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嚟到哲文中文嘅頻道。講起梵高嘅名作，除咗星夜之外，其實原來喺呢一幅名作誕生之前，梵高都仲有一幅同樣以星空作為主題，但係氣質截然不同嘅作品。呢一幅作品就係羅納河上的星夜。呢一幅嘅畫作俾人覺得安靜而流動嘅感覺，就好似一段喺水岸邊慢慢展開嘅記憶。梵高喺呢一幅畫上面透現出嘅就係佢喺情感、理性同埋感性之間取得短暫平衡嘅一幅重要嘅作品。首先，我哋先介紹一下呢一幅畫作嘅背景。時間回到1888年，呢一年梵高剛剛離開巴黎，嚟到法國南部嘅亞爾。佢渴望南方嘅陽光、色彩，以及同自然可以有更加直接嘅接觸。佢曾經喺信入邊講過一句非常之關鍵嘅說話：在我看來，夜晚往往比白天更富色彩。羅納河上的星夜喺1888年嘅9月下旬完成。作畫嘅地點就係佢喺居住喺黃色小屋嘅附近，距離羅納河嘅河岸只不過係1-2分鐘嘅路程。呢一幅嘅畫作並唔係憑空想象嘅星空，而係梵高喺夜晚親自走到河畔，喺煤氣燈下直接描繪嘅景象。接下來我哋就會嘗試去詳細分析一下羅納河上的星夜，究竟喺視覺嘅分析角度上，包括構圖、色彩、筆觸、線條，究竟有啲乜嘢咁吸引嘅地方呢？呢一幅畫睇落嚟好似只不過係安靜嘅夜景，但係其實喺構圖、色彩、筆觸、線條上都做咗非常之精密而且高度自覺嘅安排。首先，我哋由構圖開始去分析。羅納河上的星夜其實係一幅橫向構圖嘅作品，畫面打開得非常之開闊，視線自然就會讓到觀者沿住羅納河慢慢往遠方延伸。整個畫面大致可以分為3個層次，最上方係深藍色嘅夜空同埋滿天嘅星斗，中間係羅納河嘅水面、燈光以及星光嘅倒影，最下方就係河岸、小船以及一對正在散步嘅戀人。以上嘅分層構圖讓到畫面非常之穩定、安靜，亦都為接下來嘅視覺對比作出完美嘅伏筆。我哋可能會立即注意到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特點，就係人物同埋船都畫得好少好少。相反地，天空同埋河水就會佔據咗整個畫面嘅大部分。呢一種構圖方式係一種非常之典型嘅大小對比。梵高透過呢一種嘅方式，讓到我哋清楚地感受到自然係浩瀚的，人是渺小的。有趣嘅係，雖然人好渺小，但係梵高亦都冇忽略到人嘅存在。另一方面，我哋亦都可以睇一睇另一組嘅對比，就係靜態同埋動態嘅對比。喺畫面裏面，天空入邊嘅星星係靜止，佢哋安穩地掛在夜空之中，幾乎係冇任何移動嘅跡象。但係河面上面嘅燈光同埋倒影截然不同，我哋可以感受到河面上面嘅燈光倒影隨住水波左右搖晃，不斷拉長、破碎、重組。於是我哋就會感受到一個非常之具有詩意嘅畫面。天空是安靜的，水面卻在流動。呢一種靜態同埋動態嘅對照，讓到整個夜景仿佛有咗明顯嘅呼吸。接下來，我哋都可以試下從色彩嘅角度進入去分析一下呢一幅嘅畫作。整幅嘅羅納河上的星夜最明顯就係用大量嘅藍色。不過，如果我哋細心注意嘅話，會發現到梵高並冇運用單一而且平板嘅藍色。我哋可以喺當中入邊見到會有深藍、群青、古藍色，亦都會有藍綠、綠藍之間非常之細膩嘅變化。呢種喺同一個色系之中不斷轉換深淺冷暖嘅方式，
喺藝術嘅創作原則之中稱為漸層。正正因為有漸層嘅效果，令到夜色顯得有層次，而唔係一片嘅死黑或者死藍。喺呢一大片嘅藍色之中，梵高亦都刻意加入咗另外一種非常之醒目嘅對比嘅顏色，就係骨黃色嘅煤氣燈同埋星光。藍色同埋骨黃色正正就係色環之中嘅對比色。以上嘅配色可以會產生強烈嘅視覺效果，讓到燈光同埋星光睇落嚟好似喺夜色之中不斷燃燒。而我哋會發現，其實呢一幅畫一啲都唔會俾人覺得刺眼嘅感覺，原因就係在於調和色嘅運用。當藍色同埋骨黃色映照喺水面上嘅時候，佢哋並冇保持住原本嘅純色，反而係轉化成為大量嘅綠色、藍綠色、綠藍色。以上嘅顏色正好位於冷暖之間，佢哋嘅存在讓到呢一種對比嘅強烈慢慢被吸收同埋融合，令到呢一幅畫同時呈現兩種截然不同嘅美感，一種係對比嘅美感，一種就係調和嘅美感。接下來，我哋都會嘗試從不足嘅角度去欣賞一下呢一幅嘅畫作。我哋先睇一睇下星星。畫入邊嘅星星並唔係單止一個圓點，而係由一小段一小段嘅短不足堆疊而成，睇落嚟更加似係燃燒緊嘅火焰，或者係夜空之中綻放嘅花朵。以上嘅處理方式，讓到星星唔再係遙遠嘅天體咁簡單，甚至係充滿生命力嘅存在。至於羅納河嘅水面，水面幾乎完全由短嘅筆觸構成，呢一啲嘅筆觸順住水流嘅方向排列，正正係呢一啲短嘅筆觸，讓到燈光嘅倒影睇落嚟不斷晃動，仿佛整條河都好似在微微顫動。下一步，我哋都可以試下睇睇畫面嘅線條。我哋可以見到星光喺天空之中閃爍，透過一條一條垂直嘅倒影線被拉到水面上。呢一啲垂直嘅線條將天空同埋河水緊連在一起，於是天空不只是天空，河水不只是河水，佢哋會構成一個完整嘅空間。總結嚟睇，羅納河上嘅星夜，佢同時運用咗大小嘅對比、靜動嘅對比、冷暖色嘅衝突同埋調和、漸層嘅色彩，以及一方面具有節制，一方面具有流動感嘅短促嘅筆觸。呢一幅可以話係一幅結構非常之嚴密，又充滿住詩意同埋氣氛嘅作品。喺理解完羅納河上嘅星夜，包括構圖同埋色彩角度之後，我哋都可以試下講講呢幅畫真正動人嘅地方，就係佢背後所承載住嘅情感同埋主題。因為呢一幅畫唔單止係一幅靜態嘅夜景，甚至係一段梵高喺異鄉夜晚裏面嘅內心獨白。首先，我哋要先知道梵高喺畫呢幅畫嘅時候，內心我哋可以會感覺到有種淡淡嘅悲傷同埋不平靜。佢嘅作品依然都係得唔到主流藝術圈嘅肯定，加上經濟壓力、身體嘅疾病、精神狀態嘅唔穩定，同時都不斷地困擾住佢。不過喺羅納河上嘅星夜裏面，呢一啲嘅不安似乎冇用一種激烈崩解嘅方法爆發出嚟。相反地，佢嘅情感好似係被壓縮、被收攏、被沉澱，轉化成為一種低聲內斂嘅情緒。呢一幅畫正正係同後來星夜最大嘅唔同。有人會話星夜係一場情緒嘅暴風，那麼羅納河上嘅星夜更加似係一個人喺夜晚裏面暫時找到喘息空間嘅時刻。我哋先嚟睇睇畫中嘅夜空。呢一片嘅星空一啲都冇狂亂嘅感覺，亦都冇吞噬一切嘅漩渦，而係穩定、深邃、遼闊。星星不斷閃爍，但佢哋嘅位置相對固定，就好似一種恆常不變嘅存在。以上嘅星空俾人一種唔係威脅或者係恐怖嘅感覺，而係一種安靜、安定嘅感覺。梵高似乎係話俾觀看嘅人聽，
無論地上嘅人生多麼動盪，天上嘅星辰仍然安靜不變地存在。接着，我哋可以嘗試將視覺移向河水。河水同埋個天空正正相反，天空係安靜的，但河水就有一種不斷晃動嘅感覺。燈光喺水面上面拉長、打碎、重組，就好似梵高嘅心情來回起伏。喺呢度其實隱含咗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情感對比，就係外在世界嘅穩定同埋內心世界嘅波動。星空象徵住一種宇宙嘅永恆，河水象徵住人心靈嘅脈動。喺以上嘅夜景之中，梵高放入咗一個極其之關鍵嘅元素，就係一對喺河岸邊散步嘅戀人。佢哋幾乎係不起眼，但正正因為佢哋嘅渺小，反而顯得更為真實。呢對嘅戀人，佢哋唔係畫面中嘅主角，但係能夠可以帶出整幅畫嘅情感，因為佢哋提醒我哋，即使喺廣闊而陌生嘅世界裏面，人與人仍然可以彼此靠近。另一方面，一個非常之動人嘅細節就係天上嘅星星。喺天文嘅角度嚟睇，其實梵高所面向嘅方向應該會見唔到北斗星，但係梵高依然會將北斗星畫進喺星空裏面。呢個並唔係一種錯誤，而係一種想象。對於一個嚟自於北方、長年喺荷蘭生活嘅人嚟講，北斗七星似乎係最熟悉嘅星空嘅記憶。於是喺呢幅畫入邊，我哋可以會感受到梵高刻意地作出咗一個非常之詩意嘅拼接，就係將異鄉嘅河岸配上佢故鄉嘅星空。因此呢幅畫我哋可以理解成為唔係一幅完全寫實嘅畫作，而係佢情感上面嘅表露。因此羅納河上嘅星夜其實存在住兩個世界，一方面係現實中嘅亞爾，包括煤氣燈、河水、夜晚嘅城市、星空；另一方面係佢記憶中嘅北方，有熟悉嘅星空、恆常嘅方向。呢兩個世界喺一張嘅畫布上面重疊，形成一種淡淡悲哀嘅憂愁。如果我哋將整幅畫嘅情感去用一句話嚟形容，我會話係一種不安之中嘅寧靜。因為梵高佢冇否認到自己嘅焦慮，只不過佢選擇喺呢一刻用星光同埋水波為自己安放情緒。因此呢一幅畫經常會俾人產生一種奇妙嘅共鳴嘅感覺。我哋可能會喺畫面之中曾經想起一個一齊散步嘅人。呢幅畫唔單止係訴說緊梵高嘅心靈，亦都係引導我哋進入自己嘅內心。喺欣賞羅納河上嘅星夜時候，我經常都會有一種好強烈嘅感覺，就係覺得呢一幅畫並唔係一幅展示梵高情緒嘅畫作，而係一幅讓我哋可以安放情緒嘅畫作。梵高喺呢幅畫入邊，佢冇刻意要向世界高聲地吶喊，亦都冇試圖要去證明佢嘅價值。佢只不過係站在夜色裏面，靜靜地將自己嘅感受放在畫作之上。而如果我哋嘗試從哲學嘅角度嚟睇，呢一幅畫都讓我哋思考一個好深刻嘅問題，就係當我哋嘅人生無法被世界去理解，我哋嘅命運亦都冇辦法被控制嘅時候，人究竟點樣同呢個廣大嘅宇宙共處呢？羅納河上的星夜似乎默默地俾咗一個答案我哋，就係人唔應該要逃離現實，亦都唔係要刻意地去戰勝現實。重點係要學會點樣同大自然和諧地共存。如果我哋從人生嘅存在哲學角度嚟睇，呢一幅畫可能並唔係要講人生嘅意義、存在嘅意義，只不過係讓我哋慢慢思考，人喺冇一個確切意義嘅世界裏面，我哋可以如何繼續生活呢？梵高冇為我哋給出一個標準嘅答案，但係佢能夠展露出一個姿態，就係一種願意站在一切嘅不確定之中，選擇感受、觀看、創作嘅姿態。我特別中意呢幅畫嘅一點係，佢冇嘗試會將痛苦去美化，亦都冇將希望去誇張。星光繼續係美麗動人，夜晚繼續係深邃，水波繼續係晃動，
河水依然係流向遠方。呢種不逃避、不粉飾嘅真實，讓人會感受到喺世界之中得到理解嘅感覺。羅納河上嘅星夜並唔係一聲嘅吶喊，而係一段低聲嘅呢喃。佢讓到我哋看見到，即使喺不安同埋焦慮之中，人仍然能夠喺星光同埋水波之間找到片刻嘅寧靜同埋安慰。今日嘅影片我哋先到此為止，我哋下集再見。